近10年前的一代风华活动，在当时的戏曲界也可以说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演唱会的形式不仅仅对于他们一路走来的艺术成就做了一次总结和回顾，更是对于流派传承人最好的激励。所以，对于演出，每一位老艺术家都是全力以赴，从曲目、演唱者的选择到舞台风格，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傅全香老师更是亲自登台，在正常演出的一开始，与70年前的那个自己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接下来就请欣赏《一代风华》中的《他在丛中笑》傅派专场。不嫁与姑小姐妹，聪明伶俐神经带，妙容虚风灿能飞，金剑说剑剑为。哎，小妹妹，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沈，叫沈最霞，厂里的人都叫我香了。这不是我原来的名字吗？哎，你也喜欢梁山伯祝英台？喜欢，村长的人都喜欢。有张村，这不是我的出生之地吗？铃啊铃铃哦，前面走着祝英台，后面跟着个梁山伯，啊个铃哦铃铃哦，一郎哎呀！爸爸，爸爸，爸爸！唉，光阴真将我家乡的传奇岁啊！一转眼，80多年的人生，70年舞台生涯，70年啊！我还看不够舞台大幕开开哈哈，听不够委婉优美的乐曲声。70年，70年啊！我扮演过许多的古典女星，这小娟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呀。两种。姐妹，愚兄就不
怨你，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帮得好你。
与祝英台这个美丽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千古。我唱了几十年的祝英台，如果观众能从小姐妹的身上感受到一点我父亲乡的风格，这就是我莫大的欣慰。记得草桥梁几杯，红场红茶与三盏杯，青翠在巴黎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出来，可见女郎在女把枪教喂，可见一代金锁红裳上来找你。我也曾留下聘文鸟算在，我是拜托师母做他们也好了。我也曾临别轻看须知，美，我知道有情人终能成就。
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晕了马家内，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三个马家拼，我与你两兄难成爱呀，弟弟因过马家追两兄啊，弟弟之命不难为马家是他难留声机里唱出的是昨天的故事，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光。是9岁那年，在母亲节上，我着迷的看戏文，是四季春般连歌连唱的情景，是沉默边偷袭游戏的光阴，是师和大姐们对我父母的兴奋。下吧，谢谢。午夜下都要上山，对不对？快点准备啊！阿三，不几号回来？慢听听。各位客官，各位公公婆婆、阿叔阿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各位大大小大侬上海来个，俺拉成员人啦。不叫成员人哦，叫成员党哦，大大小大好大坏大，我呢是四季春课班的班主，叫乔家阿四，今朝呢，也俺课班的小伙伴付建香要为大家演出上台哦。那么付建香呢，大家呢喜欢叫伊的头五戏是金凤姑娘，因为金凤姑娘做得好。另外呢，叫伊香堂，俺另外一个小伙伴叫袁旭芬，俺叫伊芬郎哦。付建香呢，扮相不老老漂亮，眼睛大，鼻头高，眉毛细，不嘴巴小，面孔上下还有2只洞洞眼。是酒窝，天生还是家国公公。一个身段是交关苗条，好像仙女头下凡，一只3寸的耳聋哗啦哗啦，像只黄牛都叫了金嗓子。我稍高，请大家看驾红灯。哪里有了下官啊的，实在他子里呀风吹。小姐，大家不是又要上台了。
姐姐寻找头部店，避开领导小家人，心意所系心难尽。
1937年，我在世纪城课本出进上海不久，遇见一位先生，我跟他学文化。一开始，他翻来覆去的叫我写一个城市。那一天散了戏，我又去找先生。先生啊，这个城市不算是一撇一捺，我早就会了。你呀，千万可别小看了这个人字，学到老也学不了啊。你们在舞台上唱的，不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字吗？是啊，一个城市，我写了一辈子，演了一辈子，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观众喜爱的人，演老百姓寄望的人。不用说了，很公子。情怀后半一绵绵，我以为你是才高八斗气男子，我以为你是满腹文章美少年，故而我为生相中家公子，愿做鸳鸯不变心，可怜我梦里情意千把问，相见时发誓人非两，从前将军他安徽得问言世间，曹宗大口莫辩，恰是谈着谈，说声
生无力望狂澜，自落得曾心随在江山边。纵在我草水去结局结色，常留下一片痴心，苦待天。小姐真情，只望你常去沙镇茶仙边，好算真情人间。谁知你多岁只是真情马身投靠杜归心，堂堂妻子罗儿欢，不及啥子女红颜，但愿成功是梦幻，莫让芳心谁偏偏。桃花酸，桃花成年，须记玉仙后公子。古今悲喜与红颜，将军啊，我不惧困死去宽容，我总是怒斥过着这一妄言。他是送去难为天，李香君因为牛在花间，还需要桃花酸连杂情一片。桃花酸多端面无今晚一回，要塞你娘死算离婚，遗恨从前永绵绵。
你的父一边团结父子情，点点血痕映君生啊，点点同尘呀先行。早知变故是梦醒，方知这山海风波险有生。天应与君从下逢，我是万堂苍君八字门。我要给郎君写着字，要为郎君帮来生。哎呀，郎君啊，我劝他必为功名，我素来富贵荣华事事不允。我要让世人看看，情来女子有何才，世所偏见。功利何成？他比自己才今年，情欲一如你风雪灯，方成郎你听我言，你莫为呀些一片苦心。刚才我听了《李娃传》，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叫曹雷，也是一名演员。1983年的春天，我和几位文艺界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演出队，到上海的各大医院为癌症病人做慰问演出。我很意外的，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面见到了年已60旬的傅全香老师。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完刀，只有3天，身体很虚弱，身上有一条1尺2寸长的刀口，时时地折磨着他。可是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半个月以后，一位香港回来的朋友说，他刚在香港的舞台上看到了傅全香老师演的《李娃传》。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我说傅老师啊，他是要戏不要命啊！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的手术动完了以后啊，那右手不要说抬起来，连摸到耳朵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李娃传》的题目那场里还有一组那个抬手拔簪这么一组动作。后来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为了这次演出，傅全香老师在排练当中用左手托着右手，一遍一遍的来练这个动作，每练一遍，那脸上豆大的汗珠就往下掉啊。当时的朋友和他的同事都劝他说，傅老师啊，你就不要练了，到时候你做个假动作就行了。可是傅全香老师说，哎，那怎么可以啊，观众是买了票来的，我要对得起他们呐。这话说得多平实，也多朴素，可是谁能想象得到，
为了对得起观众，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舞台上的光晕里，他那天演出的时候，他演的李亚仙，抬起右手，拔出凤在，还在空中画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再细心的人都看不出他这个动作做的有什么异样，可是有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贴身的一层一层的纱布都给鲜血浸透了。为了做这个动作，他的伤口崩裂了。傅全香老师啊，他真是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的观众。他用生命创造了奇迹，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献给舞台的。此时此刻，回首我走过的路，耳边又响起了我父亲洪亮的声音：香郎啊，要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秀山院院呢，侬个名字上了霓虹灯，侬还是要永远记牢。侬是自家学生，要好好学习，要做戏里面的好喏。香郎啊，要记牢啊！风却东南飞，雾里一徘徊。从文学作品到舞台艺术，南魏先生作为编剧和导演功不可没。为了得出诗化的意境，无论是演报还是唱诗，他都有所得获。作为演员，怎样通过声腔和形体的创新来塑造刘兰芝这个人物兰花一样的品格，成了我当时在艺术创作中一个新的课题。我与你结发同甘苦，并负安慰谁君度，不惧同生俱同死，但惧不把我孤
难敬佩呀。送情不要心明卷，你家务与日关情世俗无意可惜，留在家里不宽，灵应不能送我返家园，你莫怪男子心肠不情啊，男子心中是坚传，只要你心事切大切，男子是同不为伴，那凡大杀不随风上。想起秦川，我很怀念田芬先生我他的夫人爱我大姐，因为他们的生花苗对，让我有机会塑造一个真正善良的女性。交关年，为了秦川这出戏，我还得到过许多前辈美术大师的热情教诲。这段往事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等在这里休息一会。娘子，来娘相聚两年久，你我的恩情两续，春花秋月难相守。愿是愿早日在鳌头，死去才得功名寿，并肩言起共度春夏秋。堂上文章多神手，你早日回家去莫答应。郎君今年25，归隐今年27，青春几番烟波醉，有一副万里大夫翻点醉。哎，倒去，倒来。哎，好，好了，可以吧？可以吧？啊，可以啊。小伙，来，我咱们介绍一下。各位就是答傅老师和做了57年一个导演，陈巴老师，他叫啥？谭老师。谭老师好。秦探啊，哎，是你们傅老师的精心力作。是啊。傅老师在这个戏里有很多的创造跟突破，你比如说6支调就是傅老师创造的，哦，还有武车上的水袖也是傅老师第一个使用的，啊，懂了对吧？你们傅老师啊，很早就醉心于京剧的程派艺术。哦，他曾经拜陈彦秋大师为师，鞠躬拜师的。陈先生呢，还称傅老师是我们豫剧界的陈彦秋。啊，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事情。哦。你们今年几岁了？我21岁了，我也21岁。好，王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张是陆派的传人，小陈呢可以说是傅老师最年轻的学生。哎，我真佩服傅老师，有这么多的学生，一代又一代呀。是啊。可是傅老师说了啊，说你们不要看我的学生多，其实啊，我的老师也不少。啊，是啊，我知道，我们傅老师曾经向老前辈施银花老师学习过唱腔。对，还有小白玉梅老师。是啊，很早以前，傅老师还向昆曲传字辈老师学过昆曲，朱传明老师，还到四川向川剧名家杨友鹤、周慕莲老师学习过杨告来。哦，周慕莲我们知道。对，周慕莲，周慕莲是川剧界的梅兰芳。对。傅老师在行路里边还向这个绍剧、语调学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用到豫剧里边。但是现在看傅老师的演出资料，好像看不出有其他剧种的痕迹。对。要是让你们看出来有什么其他剧种的痕迹啊，那他就不是傅全香了。是啊。要记住了，一个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一个字，什么？画。相思花会成
言，你细听分明。好不应我的父一向丧命，可怜我妹生野花长眉风雪天俱忘愧，我与他萍水相逢，结成婚姻，夫妻相爱两年整，我盼他每夜里苦痛把三根，那黄魁上京把事应，我与曾与王魁同到神仙大事明，实指望生死祸福与他共命啊，想不到此生此面不自信。那王魁他中了状元是旁了本，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周心啊生，儿把两银子一天无路，实地不完门，自这等为心诚，层层功臣。王臣生子正义是差营与我归营，大文令与我作证，与我作证，黑水呀，我总是望前夜关心。生离
我是潘公爷和小惠姑你们做的见证啊！什么？你们也不理睬我？啊，我明白了，如今王奎中了藏药，又是丞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怕他，我要当你们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焦桂英，一无钱二无势，是个烟花女子。我该受人家欺负的妈。天不应欺我焦桂英，不明自成。黑生爷，陈大明无事多放胆，我女神经的冤情，强为我你经受。你不够王奎与我对阵，桂英只有一条死路了。死，对，我就是死了，也要对那王奎。你曾经
一出情团，演了半个世纪，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演员。我想，田汉老在天有灵，也是会高兴的。好，形象好，唱腔好，表演也好。全香，我听安大姐说，对舞台上出现焦桂英的鬼魂，你有点担心。哎，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争论，我心里实在没有底呀。争论归争论，你演的梁祝最后不是化成了美丽的蝴蝶吗？焦仲卿和刘兰芝也变成了一对相思鸟。这些美好的传说反映了人民的心愿。我们就是要在越剧舞台上创造一个千里魂飞的玫瑰。玫瑰，玫瑰，田老要我塑造一个魂飞千里的玫瑰。对，焦桂英哪里？来也，潘桂英，焦桂英，此今黑人也挣了你的可数，命你随我同往必经，归拿王魁当真，竟有归王发财赐。鸟判官是也。奉了黑圣爷之命，去到汴京，捉拿王魁王鹏去走。待焦桂英哪里？
是神兵是修注意，事情么才与呀共，只落个神山女子为我绝。是福建省大剧1993年出品的一部越剧电视剧，用越剧艺术来塑造一代女主人李清照的艺术形象。这个还是开天辟地第一趟，是在中国开创性的尝试。李清照是作为一个古代文化名人，她生不逢时，这个饱经战争的创伤，穿戴家破人亡，他这个高层次的文化修养达至一个诗词的水平，在了这个一个环境里向，他的思想感情，他的性格这个变化呢，深度广度都比较难掌握，因此李清照这个人物跟越剧舞台呢长期来一直没有太大关系。福建省大剧人比王鹤水，他就把李清照跟越剧艺术联系起来了。福建省大剧大家都晓得的，他是当代越剧一个名家。他呢一生演了交关戏，创造了很多角色，但是呢他最喜爱的最精良的是3个人，一个就是祝英台，一个就是刘兰芝，第3个就是李清照。所以呢前面2个人物呢他已经活成越剧的舞台形象，而且成为越剧的精品，复派的剧场。就是李清照，他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一直到退休以后他开始通过电视来实现他舞台上不能实现的愿望。虽然当时他已经70岁了，但是他老当益壮，为了改善李清照的逃亡的生活，他遇上千里到山东的青州，再由北行南下，一直到浙江的金华，长途去感受李清照当年从北向南逃亡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和感受。与此同时呢，他又受到李清照的师资，请中文教授进行教。因此呢，他为了这个塑造李清照形象，他花的功夫是非常的大，是吧？所以呢，功夫不会有心人这张电视剧拍得很成功，是吧？但是呢，一戏10年磨一戏，万事开头难。人比王鹤水是开了一个良好的头。李清照的形象要在越剧舞台上，像傅大姐塑造的祝英台、刘兰芝那样光彩照人，那么还需要下一代越剧人继续进行努力，这样呢才有可能把李清照成为越剧舞台上的一个精品。谢谢大家。东篱八柱黄昏后，月半香迎愁。莫道不消闻，连卷西风，神笔黄花瘦。我知道你的心，也明白你的情。我明白你的心，也知道你的心。一样的情，一样的缘呐，一样的悲伤，一样的欢乐。
下迎人，莫道不孝文，连卷西风，怎比黄花生？又是重阳了，当年重阳，4年名人写下这首在花里，今日重阳，悼念名人。为此今天不是仇不地狱，要告诉你2件喜事。这第一件，有家军已杀到网络，中原收复财宝，我们可以一同为亲子老家了。那第二件呢，更是喜上加喜呀！我们的孩子来了，我们的孩子终于问世了。所有欢迎的30卷今日咯送来啦！这是我们2人一生的结血啊！今朝没有为你生下一男多女，终身为害。你说今朝了，谁是我们的孩女？今天她终于问世了。下至在当风台，如今日托本还亲切，是后人做一份难得的好书啊！当今大宋的才子们，知道你平生编出的今日咯，已经艰难终于问世，纷纷向我们大贺来了。名人，今天我们不喝酒饮茶，来，2位亲，先敬你一杯清酒茶。这一转转惊飞了2人心血，夜才要让夫君成军。分明是真名字
名人啊，朱文君第8头人在哪一圈哪一呀？啊，嘿嘿，你又输了，是不是有一两位？好好好，让我们再同饮一杯。也在了。唉，可惜，可惜，可惜。这借我的书啊珍宝，我想上了身无处，错在所长不苦东江的路乱跑，王子正想健康滋养后生，有罪。今晚配罪真狠，一路上抢的抢，骗的骗呐！上色太急，上色太急！我告诉他们，你是在奉旨夫人的途中손상 없지 46岁便匆匆离我而去。我一个女人家，身担烈薄，孤苦无助，我无力为天，我无力为天，名人。我顾不了你的从头啊！有空相随空。有此
门细水不细水不啊，这一笔一丝丝血汗里间挂得苍茫，此经儿女一文字，哪为名人引起我？等到那又刷开唐今生里人，我泡茶，今茶儿女与你同归亲嘴。请走老家了，我要送接归来到那时呀，把我们的孩子，哎呀，看我高兴的呀，竟然把堂弟朝廷李大人见我的心都忘记开了。岳元帅被三到八赵贵，所以被封报的，千古奇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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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坟墓兄手机难报，手机难报，中娘难睡大好分。江头山，江头松，江头。
我感谢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支持，我感谢文艺界的同仁对我的帮助，我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学生对我的理解，我感谢我深深的感谢我的良师益友，亲爱的观众对我的复派艺术的厚爱。在长假的前2天，我和大家一同欣赏了影派、原派、范派、复派4大越剧流派的演唱会，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呢？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经典回眸节目还将邀您一同欣赏《一代风华》中的徐派专场，以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舞台艺术回顾专场。我们明天再见。